各位同學大家好啊！第34條呢，就係其實考緊英文啊，大家睇唔得明呢段英文啊？即係話有兩幅圖，佢係相交喺 P 嗰度，即係而家呢幅圖同呢幅圖相交喺 P 嗰度，跟住上面嗰幅圖同個 X 軸相交喺 Q 嗰度。咁你諗下啦，個 A 嗰個數會唔會大過1？咁如果大過1呢，其實佢呢兩幅圖呢應該係冇相交，咁所以第一句句子就唔成立，因為佢相交唔到 P， 咁所以 A 一定係細過1。咁啊，時間關係啦，我就畫咗幅圖啦。當而家呢係呢藍色嗰個呢就係 y 等於 0.5x 次方 ，y 等於0.5x 次方，我哋屈去個 A 呢就係 0.5 啦，屈去個 A 係 0.5， 然後上面綠色呢個 F 呢就係呢佢第一條式，即係頭先上面呢條式 log x 除 log A 啊嘛，因為我用個 GeoGebra 打呢，要咁樣打先可以出得到，咁啊打 log x 除 log A 啦 ，A 就屈去咗 0.5 啦，咁你兩幅圖啦。咁你發現咧，藍色點嗰點咧就係相交點，即係呢點 P 點係個相交點，呢度 P 點相交點。咁個 Q 咧就係同個 X 軸相交嗰點嚟嘅啦，因為我哋要綠色線，綠色個曲線同個 X 軸相交係 Q。咁呢個長度咧剛剛好咧係1嚟嘅，因為如果你記得咧 y 係0咧，你 log 1先係0啊嘛，log 1先係0。所以 Q 嗰度 OQ 嘅長度就係1，咁所以呢，我哋就可以答到人哋啲問題啦。A 1係啱嚟嘅 ，A 細過1。2呢 OQ 係咪大過 A 呢？嗱 OQ 係1喎，咁但係 A 係細過1喎，咁1梗係大過一個細過1嘅數啦，咁所以2嗰個係啱嘅。你當 A 係一個分數，0至1嘅分數，0至1嘅分數 ，OK。好啦，咁同埋條題目好似話係咩嘅？好似話係 A 係一個正常數嚟嘅，係啦 ，positive real number 嚟嘅。咁所以呢，2個啱。好到3啦，嗰隻角係咪45度呢？咁一望呢就係嘅，呢隻角係45度嚟嘅，因為佢 y 對 x 呢其實就係個對稱軸嚟嘅。咁呢度90度劏開一半，所以就45度，所以1、2、3都啱。answer 呢就應該係 D 度嚟嘅，answer 呢就應該係 D 度嚟嘅。